民俗一笔一画，仔细比对弯度，呈现上传统的面谱。如是朱景东百家将成立到达120档，由原维持上完整的11人编制，嘛保存济传统定法，持续传承家将的脚步手路甲文化。去年正式登录做民俗类无形文化资产。借由阮慢慢改变一寡民众对家将的误解，来尽量家将会当慢慢杀出去，莫讲敢家将敢讲伫个小将的文化伫遮咧走安尼尔。咱家将的文化已经推向，真正是走向文化啦毋是敢若单纯敢若顶头尔。这是咱府城咱府城第一个得到受证的北家将的团体啦。将团透过制度性的登录甲保存，互更较侪人对着家将文化有正确认识。伫广福大地调布进灵宫圣诞之间，市长黄伟綽特别前往基福宫颁发证书甲头旗。期待这样一个值得，已经有传承、有历史，而且有文化上非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民俗，将来能够成为国定民俗。除了是一种展现对神明的一个敬意之外，那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家将文化这种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一个展现啊。如现朱景东百家将团嘛保存大量历史文物，台南市文化局未来将协助活化展现，和无形文化资产世代流传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